那谁小谢在直播间里了，那天人看出来了，过几万人了。那会儿打电话真没上来了，他就是有点真心思了吧？给2,200不好说，给他1500这讲是。能办。能办。好长时间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羊了。不过，好羊价格还是高啊。现在大家都在热火朝天南炒沙特，似乎布尔山羊已经不值钱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好的布尔价格还是非常高。就像这只小公羊，要价16000，买家已经出到12000了。好羊还是非常受青睐。50天到50天，接近50。别吃药，别吃药，别吃药。带完了。